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因为我深深感觉到，咱优雅的台语文化强强要消失去，所以廖弟想要让全国的少年家甲小朋友拢足熬拉台语，平平一句话用台语来展现，不但笑开，阁水气。讲台语袂怂，讲台语是介高尚。即马影片开始。你敢知影有啥物？阮爸每工透早咧量体重，拢会数小虎。苏小夫，安尼穿起来较轻，我想无呢。啊，恁感觉呢？因为阮爸若无数小虎，伊就看袂到体重计顶悬的数字啊。啊，你平常时啊上班，囡仔拢送你帮你带啊？阮大家会帮我带囡仔啦。啊，你真好命呢！他有，日时伊帮我带阮囝，暗时我帮伊带因囝，安尼大家拢足公平啊。小姐，恁这健身中心敢有迄种毋免运动、毋免控制饮食？无，我规工枵到要死死糊糊去啊！上好是会使足紧就燃烧脂肪的迄种方法啦。有啦，无我直接安排你火化，安尼你感觉安怎？头家，我是要来应征的。一开始薪水会较低，毋知你会气嫌无？一开始我做了会较差，你毋通气嫌就好。妈，我想要甲你友好一下，要请你出去食饭。毋过咧，我最近手头足红呢。恁祖妈这世人拄着两个骗子，你骗财，恁爸骗色。爸啊，请问你几岁？像请问你几岁？像啊！你啦，水某诶，这尾是我打着的，趁轻轻起煮。我要人去看电影。你毋带我去看哦。不过我嘛想要去看呢。两个去看爱开较济钱，无彩。你耳仔拄啊好，我看了转来，会若起来，会若讲互你听。在这个时阵，因翁电影看了转来。啊鱼仔咧！鱼啊，恁祖妈输了。来，你坐过来，我甲你讲鱼仔的滋味啦。老的啊，我感觉你的眼光真好呢。无，你哪会带着我？哦，那安尼讲来，应该是你的眼光比我好遮济才对呢。我眼光一向拢真准，只有迄摆去选毋着伊啦。妈妈，爸爸都无去，你为虾米要嫁予伊啊？好，我就是车面，毋才会去嫁互恁爸。爸，咱家过了遐艰苦，拢无钱通开。恁母啊，毋是讲伊青梅啊，钱就拢互摕去看医生啊。有一位原住民朋友去樱桃咯。请问你的学历是啥物？老板，我只会说国语呢，我是台大历史的啦。哦，台大的，袂歹哦。不是的啦，我是台大历史的啦。哦，六弟要考试啊，妈妈帮伊复习功课。六弟，地上sen书是啥？暗示一个姓孔啦。这真正无救啊！佮互我一个暗示，我绝对袂互你失望。伫边仔咧算的弟弟讲，哥哥一定袂晓的啦。你讲国语就好，空白、红摇、空丢，我会互你气死的。哦，是空腔。影片到这结束啦，说。